好多叔伯阿姨活到50、60歲，心裏都藏住一份講唔出口嘅孤涼。明明身邊有老伴，屋企有夫妻之名，日日同食同住同睡一張床，行過幾十年風雨，捱過貧窮困苦，一齊養大仔女，到最後卻變成最熟悉嘅陌生人。朝早出門唔使打招呼，夜晚返屋企冇人問冷暖，坐喺同一張梳化，一個睇手機，一個睇電視，全程零交流，心裏有委屈，身體有病痛，晚年有煩憂，寧願同街坊老友傾訴，都唔願同身邊嘅另一半多講半句。外人睇落係白頭偕老，美滿夫妻，只有自己知呢段婚姻早已空心，剩低一個冰冷嘅殼。好多人將呢種晚年疏離歸咎於緣分盡咗，歲月無情，感情變淡，甚至覺得人老咗就係如此，只能默默接受孤獨晚景。我聽盡香港萬千老夫老妻嘅離合冷暖，晚年糾結。我大膽講一句，好多人唔敢直視嘅真心話：夫妻越老越生疏，越老越似路人。從來唔係冇緣，反而係緣分太深，忍讓太耐，消耗太久，誤解太多。前半生為咗養家，為咗仔女，為咗糊口度日，大家逼住自己妥協、遷就、隱藏情緒，將所有失望同委屈壓喺心底。等到歲月安穩，仔女成家，壓力消散，積壓幾十年嘅寒心徹底爆發，於是選擇沉默，選擇疏遠，選擇各自孤獨。呢個世上從來冇突然變淡嘅夫妻，只有日積月累嘅心寒；從來冇無故陌生嘅伴侶，只有從未被珍惜嘅真心。更重要嘅係，晚年夫妻變生疏，絕對唔係定局。只要肯睇透背後真相，做對3件事，再冷淡嘅關係都可以回暖，再生疏嘅夫妻都可以重歸溫暖。晚年先至唔會孤獨終老，有家似無家。早幾個月，一位59歲嘅新界大埔陳太，專程一個人搭車過電台趕我傾訴。佢坐下來冇幾分鐘，眼淚就止唔住咁流，話自己人生最錯嘅一件事，就係以為結婚幾十年，白頭到老就係贏，到最後先發現自己守咗一間空屋，一段空殼婚姻，一個陌生老伴。陳太同老公結婚36年，年輕時老公做地盤工人，日日早出晚歸，風吹日曬，賺辛苦錢養家。陳太留喺屋企湊仔，打理家頭細務，省吃儉用，從來唔捨得使一分錢喺自己身上。嗰陣時日子好苦，住細屋，食粗茶淡飯。但兩個人心意相通，夜晚收工返屋企，一定會坐低傾偈，分享一日嘅點滴，互相體諒對方嘅辛苦。就算捱苦，都覺得溫暖踏實。兩個人一齊捱過窮困，捱過病痛，捱過仔女讀書嘅壓力，好不容易等到老公退休，仔女成家立業，各自發展，家境慢慢變好。本以為可以卸下重擔，夫妻相伴，安享晚年，點知日子愈安穩，兩個人距離愈遙遠。而家佢哋夫妻一日講唔夠5句真心話，朝早各自起身，老公落街飲茶打牌，同老友吹水聊天，成日唔願返屋企。陳太留喺屋企打掃煮飯，日日獨守空屋。老公從唔過問佢身體點樣，心情好唔好。就算佢感冒頭痛、腰骨刺痛，老公都視若無睹。老公在外邊風生水起，談笑風生，返到屋企就沉默寡言，脾氣暴躁，對住佢滿面冷淡。陳太話有一次佢深夜肚痛難忍，叫醒老公想陪佢去睇醫生，老公唔單止唔理，仲嫌佢麻煩，擾人清夢，轉身繼續瞓覺。那一刻佢徹底心死，忽然覺得身邊呢個同佢共度30幾年生兒育女嘅男人陌生得可怕。明明朝夕相對，卻從未走進彼此內心。明明有老伴，卻一世孤獨。類似呢種老夫老妻嘅困境，我喺電台聽過成千上萬個，個個都令人唏噓。好多夫妻唔嘈唔鬧，冇出軌，冇背叛，冇金錢糾紛，看似完美無瑕，實質早已貌合神離。
好多人疑惑，共過患難、捱過風雨嘅夫妻，點解熬得住艱苦歲月，偏偏熬唔過平淡晚年？今日我首先講透第一個無人敢直面嘅真相：晚年夫妻陌生化，唔係感情淡咗，係長期單方面付出賺夠咗失望。年輕時大家目標一致，只為養家糊口、撫養仔女，為咗個家，大家願意忍讓、願意付出、願意妥協，就算受委屈、被忽略，都會安慰自己，等日子好過就會變好。可係人心唔係鐵做，熱情唔會永久燃燒，一次次付出冇回應，一次次體諒冇珍惜，一次次期待落空，日積月累，真心就會慢慢凍結。女人嘅死心從來唔係一瞬間，男人嘅冷淡亦都係長期積累嘅結果。一方一直無條件包容、默默付出，一方一直理所當然、肆意消耗。時間久咗，付出嘅人賺夠失望，就唔再熱情，唔再主動，唔再依戀，最後選擇沉默疏遠，變成最熟悉嘅陌生人。呢個世上冇人願意一輩子每熱一塊冰，亦冇人願意一輩子痴心錯付。晚年嘅冷淡生疏，只係攞回從前被辜負嘅自己。第二個扎心真相，好多老夫老妻從唔肯承認夫妻愈老愈陌生，係停止溝通、停止呵護、停止經營嘅必然結果。好多長者有一個致命誤解，覺得結婚幾十年，老夫老妻就唔使講情，唔使講關心，唔使講體諒，一切都理所當然。年輕時有仔女、有生計、有壓力，日日有講唔完嘅話題，傾學費、傾開支、傾工作、傾屋企瑣事，兩個人時刻綁在一起，自然親密無間。可係步入晚年，仔女離家，工作退休，壓力消散，兩個人瞬間失去共同話題，又懶得主動溝通，唔願意互相傾訴，慢慢就變成同食同住、同心異夢。好多老公覺得我辛苦打拼半生，退休就該自在享樂，日日飲茶打牌，出門玩樂，先係對自己嘅補償，完全忽略屋企老伴嘅孤獨。好多老婆覺得我打理家務半生，勞累半生，老咗只想清靜度日，唔想多講多問，慢慢就閉口不言。兩個人一個向外走，一個向內收，一個愛熱鬧，一個愛清靜。從唔主動融入對方嘅生活，從唔試圖理解對方嘅心境，日日相見卻零心靈交流，最後自然越來越生疏，越來越陌生。婚姻從來冇一勞永逸，無論幾多年情分，唔經營就一定會淡化，唔溝通就一定會疏遠，呢個係鐵律，從來冇例外。第三個最殘酷、最現實嘅真相，人老咗，心性同節奏都會變，唔同步嘅兩個人自然愈行愈遠。人嘅一生每個階段嘅思想、追求、心態都唔一樣。年青時大家都係一窮二白，單純樸實，目標一致，只為好好過日子，養大仔女，所以能夠同心同德，互相扶持。可係幾十年光陰流逝，男人退休之後嚮往自由，中意社交，中意見世面，想盡情享受晚年。女人退休之後心思敏感，戀家戀舊，多思多慮，只盼屋企安穩，有人陪伴。一個想四處奔走結交朋友，一個想靜守家園朝夕相伴。一個豁達通透唔計瑣事，一個敏感細膩容易介懷。兩個人嘅生活節奏、思維方式、晚年追求徹底唔同，又唔願意互相遷就、互相包容，慢慢就會冇話可談，無心相依。你講出門見聞，佢覺得無謂奢侈；佢講屋企瑣事，你覺得小題大做，互相理解唔到，互相融入唔入，最後只能各自孤獨，各自生活，將幾十年夫妻過成室友。好多人將呢一切歸咎於緣分淺薄，其實根本唔係，只係兩個人都懶得為對方改變，懶得為情分妥協，任由歲月磨淡感情，任由距離隔開人心。舊年我認識一位64歲嘅沙田陳伯，同太太結婚42年，外人眼中嘅模範夫妻，從來冇大吵大鬧，仔女孝順，家境優雅，晚景令人羨慕。
可係陳伯私下同我講，佢同太太已經冷戰幾年，兩個人同住一屋，卻形同陌路。陳伯退休之後，日日鍾意行山游水，同老友聚會，性格開朗豁達。太太生性內向，年紀大咗之後，越來越敏感多疑，日日留喺屋企，擔心健康，擔心仔女，擔心瑣碎小事，成日憂心忡忡。一開始陳伯都會主動帶太太出門散心，耐心同佢傾偈開解，可太太次次拒絕，覺得出門費錢費力，勞累麻煩，寧願留喺屋企發呆。久而久之，陳伯就唔再勉強，自己出門玩樂，自己結交朋友，自己豐富生活。兩個人嘅話題越來越少，思想越來越唔同，慢慢就變成零交流、零陪伴、零體諒。陳伯話，有時深夜醒來，望住身邊瞓熟嘅太太，心裏滿空虛，明明相伴半生，卻好似從未真正認識過對方。呢種晚年嘅疏離，唔係邊個錯，亦都唔係緣分盡，只係兩個人停止咗同步成長，停止咗互相珍惜。講到呢度，好多叔伯阿姨一定會問，既然夫妻變生疏係長期積累嘅問題，到咗晚年仲有冇得救？我可以好肯定同大家講，絕對有。中年夫妻感情淡咗難挽回，但晚年夫妻關係回暖最易成事，因為人過50、60，閱盡人情冷暖，看透世間虛華，心態慢慢變軟，不再追求熱烈轟烈，只盼平安安穩，有人陪伴，有家可歸。只要放下執念，做對3件事，唔使爭吵，唔使妥協，唔使卑微討好，就能慢慢融化幾十年嘅冷漠，重拾夫妻溫暖，晚年先至唔會孤寒。呢3件事係我幾十年觀察無數長者夫妻總結出嘅真髓，簡單樸實，人人做得到，卻能夠徹底改變晚年夫妻運。第一件事，停止翻舊賬，放下從前恩怨，學會清零過去，珍惜當下。晚年夫妻所有嘅冷淡、疏離、零溝通，大部分都源自從前積壓嘅舊怨。年輕時養家壓力大，生活艱難，夫妻之間難免有爭執、有忽略、有委屈、有虧欠。嗰陣時，大家為咗個家，選擇忍讓、選擇隱藏、選擇不計較。可係到老咗，壓力消散，日子清閒，人心變得敏感脆弱，就會不由自主翻舊賬記舊恨，將幾十年前嘅委屈、失望、不甘全部翻出嚟，不斷放大對方嘅缺點，淡化對方嘅付出。老公會覺得老婆從前嘮叨挑剔不夠體諒，老婆會覺得老公從前冷漠自私不顧家庭，日日糾結過去，互相埋怨，互相指責，舊怨未消，新寒又起，感情自然愈磨愈淡，關係愈來愈疏。其實人到晚年最愚蠢嘅事就係同老伴計較從前，糾結過往。一世夫妻風雨同舟幾十年，一齊捱過最苦嘅日子，一齊扛過最大嘅壓力，一齊養大骨肉仔女。呢份情分早已超越愛情，變成生命最珍貴嘅牽絆。過去嘅對與錯、得與失、委屈與虧欠，早已隨歲月過去，再糾結都於事無補，只會消耗最後嘅情分，節損晚年福氣。真正通透嘅長者，到老都會學會放下，學會清零，唔好再翻舊賬，唔好再記舊恨，唔好再計較從前嘅得失。無論從前有幾多委屈、幾多遺憾，全部一筆勾銷。從今日起，唔再追究邊個付出多，邊個虧欠少，只睇眼前，只惜當下。放下怨恨，先有溫柔；放下執念，先有陪伴。呢係晚年夫妻重修舊好嘅第一步，亦是最關鍵嘅一步。第二件事，戒掉老夫老妻無所謂嘅心態，每日堅持淺溝通、軟關心。好多晚年夫妻關係變差，根源就係一句錯誤心態，都係幾十年老夫老妻，使乜咁多講究，使乜刻意關心，使乜主動溝通。於是大家懶得問候，
懶得體諒，懶得分享，日日相對卻沉默寡言，慢慢將溫暖夫妻過成冰冷路人。我想同各位講，感情最殘酷嘅真相就係熱情會懶散磨滅，溫度會喺沉默流失。越係老夫老妻，越唔可以缺少溝通同關心。唔需要轟轟烈烈嘅浪漫，只需要日常瑣碎嘅溫柔。其實修復晚年夫妻關係，從來唔需要大動作，只需要每日堅持幾分鐘，淺溝通、軟關心，日積月累就能融化冷漠。朝早起身，簡單問一句早啲出外，小心路滑。夜晚返屋企問一句今日食咗飯未，邊度攰唔攰？對方身體唔舒服，主動過問，主動關心，主動體諒。閒坐嘅時候，簡單傾下街市物價、身體狀況、孫仔近況，分享日常點滴。呢啲微不足道嘅小事就係挽回感情嘅關鍵。好多長者覺得呢啲小動作多餘尷尬，其實夫妻之間嘅溫度全部藏喺瑣碎嘅問候同陪伴裏。你願意開口就有交流，你願意關心就有溫暖，你願意體諒就有親近。千祈唔好覺得老夫老妻就可以肆意冷淡，歲月已經帶走好多熱情，剩低嘅日子全靠人為呵護，主動經營，軟語暖心，淺談生情。堅持落嚟，再生疏嘅關係都會慢慢回暖，再冰冷嘅人心都會慢慢軟化。第三件事，學會互相遷就，主動同步，做到你陪我靜，我陪你鬧。晚年夫妻最大嘅問題，從來唔係矛盾爭吵，而係兩個人步調唔同，追求唔同，又唔願意遷就對方。一個中意出外散心社交聚會，一個中意居家清靜獨處安閒，一個性格豁達唔計小事，一個心思細膩容易多想。大家都固執己見，只顧自己，唔願意融入對方嘅生活，最後只能各自孤獨，愈行愈遠。其實晚年夫妻最珍貴嘅相處之道就係互相遷就，彼此包容。你體諒我嘅喜好，我配合你嘅節奏。中意出門嘅人偶爾留喺屋企陪老伴靜坐傾偈，吃飯閒聊，放下外界嘅熱鬧，珍惜屋企嘅溫暖。中意居家嘅人偶爾陪老伴出門行山散步散心，唔好固執閉門，自我封閉，打開心境，接納對方嘅喜好，唔需要強求對方變成自己想要嘅樣子，只需要彼此退一步，互相配合。老公唔好成日在外流連，適時歸家陪伴老伴。明白女人晚年最需要嘅從來唔係錢財物質，只係陪伴同在乎。老婆唔好過度敏感憂慮，多體諒男人退休後嘅孤獨，多包容對方嘅喜好，唔好處處約束，時時挑剔。夫妻之間，你讓一步，我退一寸，步調就會慢慢一致，人心就會慢慢貼近。所謂白頭偕老，從來唔係兩個人一模一樣，而係兩個人命運唔同，卻願意彼此包容，互相陪伴，攜手走完餘生。我主持電台幾十年，見過無數老夫老妻嘅結局，發現一個好真實嘅規律：晚年過得幸福溫暖嘅夫妻，從來唔係年輕時冇矛盾冇爭執，而是到老肯放下恩怨，肯主動溝通，肯互相遷就。而晚景孤獨、關係生疏嘅夫妻，大都係執着舊事，懶得經營，不願包容。人這一生風雨幾十年，身邊嘅朋友會走，親戚會遠，仔女會成家立業，各自遠行。到最後真正能夠陪你到最後，知你冷暖，伴你朝夕嘅，唯有身邊嘅老伴。錢財再多，買唔來晚年陪伴；物質再豐，換唔來真心相依。年輕時我們為生活奔波，為仔女忙碌，忽略咗身邊人。到老咗，千祈唔好再為執念、為面子、為小事消耗最後嘅夫妻情分。好多長者後悔一生，就係臨老先醒悟，原來自己浪費咗幾十年情分，將最親嘅人過成最陌生嘅人。其實一切都未晚，人到晚年，剃去咗年少鋒芒，
放下咗生活重擔，心態越加平和。只要願意改變，願意珍惜，願意經營，隨時都可以重修舊好，重拾溫暖。放下舊怨係放過對方，亦都係放過自己。主動關心係溫暖老伴，亦都係積累自家福氣。互相遷就係珍惜情分，亦都係安穩晚年。夫妻和萬事興，老伴暖晚景安。一屋兩人，三餐四季，朝夕相伴，先係人到晚年最珍貴、最踏實嘅福報。最後奉勸各位步入中老年嘅叔伯阿姨，夫妻一場，前世緣分，今世相守，一世只得一次。冇有天生契合嘅夫妻，只有願意經營嘅感情；冇有自然長久嘅婚姻，只有互相珍惜嘅兩個人。越老越陌生，唔係宿命，只係暫時嘅疏遠。感情變淡唔係終局，只係缺少經營。從今日起做好呢三件事，清零舊怨，日常暖心，互相遷就，唔好讓幾十年風雨情分敗喺晚年嘅沉默與執念，唔好讓朝夕相伴嘅老伴變成一生最遺憾嘅陌生人。願世間所有老夫老妻都能睇透婚姻真相，放下執着，學會珍惜，餘生有伴，冷暖有依，歲月溫柔，白頭安穩。好多長者一生聰明通透，對人情世故看得清清楚楚，偏偏唯獨對身邊嘅老伴最苛刻，最唔願包容。對外人、對朋友、對親戚，永遠客客氣氣，謙讓體諒，凡事留餘地。唯獨對相伴幾十年嘅另一半，習慣性任性，肆無忌憚，冷漠，將所有嘅壞脾氣、所有嘅負面情緒、所有嘅唔滿意，全部發洩喺老伴身上。好多人心底都有一個錯覺，覺得對方唔會走，情分唔會斷，家庭唔會散，所以先敢肆意消耗，隨意冷淡，懶得經營。其實晚年夫妻嘅情分先係最脆弱，最需要呵護。年輕時有愛情衝動，有生活壓力，有仔女牽絆，好多矛盾可以遮掩，好多委屈可以承受。但人到花甲，心態變得通透，亦變得柔軟，所求嘅再唔係大富大貴、榮華富貴，只係一句體諒，一份陪伴，一份心安。好多老夫老妻唔明白，晚年最好嘅風水，從來唔係屋企裝修幾豪華，存款有幾多，而係夫妻和睦，屋企溫暖，朝夕相伴。夫妻同心，家運先會興旺；夫妻冷淡，福氣自然消散。你善待老伴，就係善待自己晚年；你珍惜情分，就係積累一生福報。呢世能夠成為夫妻，唔係偶然，係幾世修行先換來嘅緣分。唔好等到身體抱恙、孤獨無依嘅時候，先至後悔當初太過執着、太過冷漠、太唔懂得珍惜。歲月無情，餘生可貴，幾十年風雨走過，剩下嘅日子更值得好好相待。放下所有偏執同芥蒂，用溫柔代替冷漠，用體諒代替埋怨，用陪伴代替疏遠，先係晚年夫妻最美好嘅歸宿。